面对后疫情时代严格考验，政府甲企业乱用新的观念来迎接挑战。其中，经济发展局甲中信金融管理学院合作成立因地创新育成基地以后，持续办理创新的课程来栽培人才。今年嘛，首次举办台南国际新创交流论坛，以 Beyond 为主题，设定循环经济、智慧农业甲数位人才为焦点。透过产官学界等专业人士的意见，创造属于台南的发展蓝图。台南市政府将我们的南科的发展，以及我们在沙仑绿能科学智慧城这两作为我们台南非常重要的双引擎。明年，台南市将启动软体研发科技园区，我们要让软体跟硬体兼具，让南漂变成南北的翻转，让南部科技走廊得以实践。我想透过今天的论坛，我们很期待各位教授们以及各位学者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意见以及指教。希望在各位的指教之下，能为台南带来更多未来在发展上的建议。其实我们就是一个 startup， 就是说我们很年轻，我们104年才创新转型，那到今年我们是第7年，即将迈入了第8年了。那我们都一直这跟年轻新创一直都站在一起。那中兴金融管理学院从104年只有3个科系，到现在我们已经成长到大学是5个系，研究所是4个研究所，那所以总共是9个单位。然后呢，大学里面我们还附属了全英文的国际学校，有国中阶段，有高中阶段，然后呢，我们持续努力的向下延伸啊。那在我们施光勋校长带领之下，我的团队一直在努力啊。那也感谢市政府的支持，各位好朋友的鼓励，然后一起鞭策，一起成长。交流论坛都来结合政府的资源甲产业的技术来拼经济。会场嘛，展示真济新创企业甲中信金融学生所发表的产品成果，对着争取厂商进驻、协助创业青年愿望，拢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家共同为推动大台南新创产业的发展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